最后一次用传道的身份跟你们问安不约而同，我跟那个浩氏执事，我们都打红色的领带因为今天是喜气你看，我看那个子安也接近红色，子群里面的是红色大家都很有那个这个身上都至少都有红色的今天是我们建成教会生日建成教会70年但是在这个之前今天我们的郭仁基长老他真的是很会忍肠胃很不舒服，已经忍3天今天一大早到亚东医院急诊，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不管你有没有出口，我们来为郭仁基长老在亚东医院的急诊室，我们听他代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郭仁基长老，在你的身上，你亲自来医治。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赞美你。你知道我们的仁基长老他爱你，爱得非常的深。纵使今天早上去在医院急诊，他仍然挂念的教会70周年以及下午的风木秋的礼拜，对吧？你亲自来医治，来保守看护他，让医生有智慧来诊断、来医治，也让他能够早早康复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同心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最近台湾我们这阵子我们就说下雨下的真的有点过分每一天一直下一直下，早上一下，下午一下。可是我们哪知道，从礼拜5晚上开始，我们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的好，甚至觉得闷热。有一句谚语这么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听过这个谚语的请举手。哇，子安果然是历史系的。感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谁有办法阻止呢？这个典故就是说，天意如此我们人的手是没办法去改变。的确是不管你台湾的首富郭台铭，他有没有办法控制今天要下雨，明天要出太阳吗？没办法的。这个讲法让我再次知道，我们人的能力真的是很有限。虽然如今科技不断的进步，看似一天比一天越来3G、4G、5G， 什么 AI 开始要慢慢越来越进步。可是当我们遇到很多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以生病还好。子群常说：“爸爸，你偶尔生病一下，哪有儿子叫爸爸生病的？不然你每次每一年生病我就生大病。那传到来到建成之后，生过2次病，每次都是圣诞节前夕。你就知道建成压力多大。我都到那个长安西路的那个肠胃科去看，那个医生说：你1年来报道1次，1年报道1次。当生病的时候，其实整个人你就真的不行了。我们看到我们的社青的会长，平常也是壮得一条牛一样，看他今天也软趴趴的对。冲突或者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怨叹、埋怨。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目前的情境还是在黑暗当中，看不到一道光明科技越进步，生活越方便，当我们想掌握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常常让我们陷入进退两难、身不由己的情境当中。今天所读的诗篇13篇，一样是一段陷入进退两难、身不由己的一个情境所做的一个诗。有学者认为说，这首诗是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这样一种痛苦不自由的情境所做的诗。可能就像现在的香港，他们可能会做出这样的诗，他们在那边被逼迫不自由。但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是大卫王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东奔西跑，每天的躲避他所做出的一个哀歌。所谓的哀歌，还有这个靠调就是如果大家有在乡下看到那种靠调其实我们今天读第1节到第2节，我们看到几个关键字。当我们在读圣经，如果重复出现了，它就是关键字。我们在第1节跟第4节有出现了一个关键字4次，要到
几时啊？大卫王从内心发出很痛苦的哀叫，就是说，如果用台语讲，就没到偌久啊，要到几时啊？这在这强调大卫王被追赶、被压迫，他的身心灵，他从内心发出的一个反应说：我目前这个情况、这个状况，我这样的日子，我到底还要过多久啊？我们这边很多有很年轻的啊，有比较年长的。传道不知道我们在一生当中，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每一个人承受痛苦的压力，那个抵抗力都不一样。有没有你觉得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到底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到什么时候？度日如年，我不晓得你们这样觉得，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传道在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这样的过程中，让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身边一切的人事物。在第1节到第4节记载的大卫，深深感受到他已经陷入一个黑暗的深渊中间，他看不到任何的光明跟盼望。如今的大卫王，他感觉到上帝已经抛弃他了，因为经文里面说，上帝已经忘记他了，上帝的脸不看他，上帝不听大卫的祷告拯救他。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多少会有碰到一些艰难的，在上班。突然，老板今天发脾气，好倒霉哦！因为我有当过老板，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突然发脾气，那个助理都奇怪，今天店长怎么这样子，很倒霉。但是只要我们感受到有主的同在，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就不害怕，是不是？如今大卫王他不但感受不到上帝跟他同在，经文说还有敌人在攻击他。这个敌人的攻击好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大卫完全打入万丈深渊里面。这个敌人到底是谁呢？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这敌人在原文里面是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灾害，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疾病。大部分的学者觉得大卫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疾病，我们不管他是疾病，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这个敌人让大卫非常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他的身心里都觉得受不了，他没办法好好的喘气，他已经要撑不住了。我们有听过一个人压力大到什么时候？大到经过一夜，他的头发由黑变白啊！传到现在头发白白的啊，可能是现在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希望呢在来建成之后，我的头发能够由白变黑啊！阿们，大家都不支持我传道头发变黑啊！礼拜二，我先讲一个见证哦。在我们平常安定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碰到急难，我们会有什么的没办法应付啊，我们都很心平气和去谈很多事情。可是当很大的灾害临到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失去理智。在真理班基要真理班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在分享，有一个姐妹就是我们看不到眼睛的姐妹她们有一起来上课，其中她们有一个姐妹在分享，她老公真的是太过分到一定的程度哦。有一天，她真的想拿刀把他杀死。我们真的被压迫到一定的程度，有时候我们要会反击啊，当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会反击。礼拜二我们淑慧姐定信的妈妈，非常的不舒服，从金会长老的爱的安亲班然后到马偕医院去挂急诊。听她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她非常非常的痛苦。淑慧只是非常会忍耐的一个女性，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就像波人基长老一样，忍了3天下次她病出来，我要骂她。那忍。一路他说他在计程车上，计程车是想吐就忍住，忍到他医院的时候，他连吐了3袋，后来传道帮他拿去丢掉，吐了3袋，非常不舒服。病毒的攻击让他完全无招架之力，让我跟牧师我们看得非常的心疼。当然
们身体有病痛出现的时候，有时是反映我们的整个身心灵全人的一个生理的状态可能出了问题。我们的压力爆表，我们压力爆表。传道跟牧师常常跑医院的次数比一般的人还多，并不是我跟牧师的身体不健康，常常跑医院，是我们探访会有的机会会比较高。当接到消息的话，我们都会尽快第一个时间赶到现场去替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我想在病痛的当中，最需要就是有人陪伴、祷告跟安慰。我们知道，身体病痛的人在医院等候看病、治疗、开刀、医生诊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在医院里面的好像在接受一场审判一样。医生要审判，我们内心都非常充满了不安就像我们这次看勇士队这几个战将被审判，这开这个刀要休息半年，很严重。我们看急诊室里面的病人，每一个人，我看好多年轻人那天去，有一个年轻人，医生问他，他根本没有力气去回答任何一句话。当我们被疾病攻击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控制我们自己的一个能力。我要杀你，我要打你，轻而易举在旁边照顾他的家属呢，只能紧张，束手无策。一样是在礼拜二那一天，我神学院的同学，就是他的师母，很开心要去马偕医院催生。我们知道催生其实也差不多了我们的幼叔凯慧前阵子去催生，听说很快就催生出来可是这位师母哭天喊地，催生一整天，催不出来。我这个同学在 FB 上写着说，他非常的害怕，他不舍，他流眼泪。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多不好的想法到他里面。传道牧师也是人这是人之常情。的确，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意外发生。我们真怕喜事变遗憾，喜事变遗憾。大卫王目前的情况也是一样，自大的恐惧一直临到他的身上，让大卫王这么想：上帝忘记我了，上帝的脸也不再看我了，我的仇敌也赢过我了，我坏死了。圣经当中的记载，大卫王他自我检讨：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上帝？他的眼睛慢慢无力了。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死的眼睛是可以看眼睛眼神都不行的，就代表你没有力气到底大卫王他的生命、他的未来，到底还有没有盼望？我们知道，危机就是转机大卫王遭遇这么大的危机，或者是我们在生命中遭遇很大的危机，我们有时候会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甚至埋怨。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大卫王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求救。他开口求告耶和华上帝看顾他。传道再讲一次，你们觉得很奇怪，大卫王求告耶和华救他，竟然是一件对的事情。当我们开口求告耶和华上帝看顾的时候，就是一个转机就好像小孩子一样，乱跑，不乖，乱跑，跌倒的时候这样。妈妈叫妈妈抱他。当他这样子叫的时候，代表他需要，他把他的主权交给妈妈。同样的意思，当大卫王在经历这段他开口求救的时候，就是一种放手的动作。上帝我需要你，会叫，代表还有救。传道和牧师很开心，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在群组里面愿意为了他自己的事情提出代祷。我希望这是好的习惯。很多弟兄姐妹有的事情他说这个事情很小的事情，不用大家帮我祷告，这样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不对传道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态。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到教会里面去，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牧师就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家需要代祷的事情。我回去虽然不是很不开心，但是也是埋怨这个牧师说，不要把这种闹鬼的事跟弟兄姐妹说了。
我内心的骄傲，我面子挂不住啊！我觉得不要叫他带到这种事情。求救就是一种人，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人，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代祷者。当大卫从看重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厉害、骄傲的时候，转而依靠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一切的局势将改观。第5节这样记载，我们看一下第5节啊，我们一起念一下第5节。行，但我要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但我要倚靠你的慈爱，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神学的意涵。慈爱是什么？慈爱就是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所谓的盟约，是拯救我们的一个约定。人可能会对上帝失去信用，离开上帝，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约，他永远不会失信。上帝他永远在等我们每一个人回头，回到他的身边。台语这么说，终喜哇，那个味道不太一样。我们这边写的是，但我要依靠。台语怎么说？终喜哇，被挖扣压后花熊。另外一种的中文解释，我觉得更贴切。急祸不来，急祸不来，但我要依靠你的慈爱。当我知道上帝的慈爱之后，急祸不能什么？就是不管环境如何的变化，上帝啊，我愿意相信照你所安排的路来走，而不是照我自己愿意的路来走。大家懂那个意思吗？我想6年前，如果照我自己人生的安排，我希望在接下来能够再赚1栋房子。那各位下午就没办法有一个建成教会关怀牧师的封牧就任礼拜，因为做牧者完全不是在我生涯规划里面。牧者真的非常辛苦，我看我们以前的牧师很辛苦。我也觉得我没有那个资格来当牧师，但是上帝的呼召，上帝会亲自负责。我们依靠上帝的慈爱，我们放胆往前来走。当大卫王他下定决心，还要依靠上帝的慈爱，这就成为他的信心跟盼望的一个基础。所有之前他对上帝的怀疑跟恐惧，忽然间都不见了。他的内心被打开，他的信心慢慢被建造起来。大卫王慢慢了解，原来上帝都一直在他身边，是他离开上帝，是他不看上帝的脸，不是上帝不看他脸，上帝永远都在，是因为他受了世界的诱惑，是他一直看他的苦难，看他的欠缺。所以如今不管环境怎么样，大卫王他信靠上帝的决心，他知道上帝跟他同在，他注目在上帝身上，他已经能够外在所有的环境。所以第6节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如果不是有上帝时时看顾我们，我们可能连一步都走不动。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每一天起来，有空气可以呼吸是很正常的。大家喜欢看 NBA 篮球，我觉得大家看前阵子那个勇士队的主将，他讲了一句话，或者讲了一句话，他每到晚上的睡觉之前，他都会感谢上帝，保守他今天。因为我们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不知道。尤其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要感谢主啊，你感谢你让我今天平安。如果我们睡一觉能够起来，我们也要感谢主。我们现在可能年轻人，我们觉得说不可能啊，我睡觉一定会醒来。医生在医院里面的很多长辈睡觉就没有醒来了，就没有醒来了。因为我们可能因为身体的病痛，就让我们连一步都走不动。可能我们的情感，男女之间的情感走不下去，因为男女之间的情感走不下去，自杀的很多，亲情的差异，外在的引诱，意外突然的发生临到，工作上面的转变，以及在学业上面经济的压力，
任何一种的敌人攻击临到我们，就让我们举步维艰啊，弟兄姐妹。任何一个敌人攻击我们，我们就受不了。传道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牧师，但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时间总够赢过我们自己的打算。上帝的力量总是够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用。赎会执事虽然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病痛要胆囊发炎，我不晓得是多严重，好像很严重的样子但他平常对上帝的一个敬虔，成为他苦难当中最大的一个依靠。他对家庭的付出，他对教会，他在周间尽心尽力的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周间以往主后出殡，他在当志工，他南坎台北这样的跑。我们教会有很多像淑慧姐这样尽心尽力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一群不计较的弟兄姐妹。但我要依靠上帝的慈爱的决心，让淑慧姐经历上帝奇妙恩典无限的一个作为。圣灵亲自安慰医治，在礼拜五他做了第一次的一个内视镜的一个手术。另外，我们再安排另外一天把胆囊切除的一个手术，让他的身体可以完全的一劳永逸。医生说，本来他有一段时间在急诊室有一段时间，他整个血压降低。医生说你再这样就会有败血病。感谢主，他现在人，他那个时候的人，他不是在南坎，南坎他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帮他。我们不要很多别的事情操作看刚刚好，都没有偶然的事情。上帝就安排好那么一个时间，让他到医院里面去，有美好的一个旨意在当中，让他的身体能够完全的康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带领我们建成教会所有的长子同工弟兄姐妹，有人带导，很多的弟兄姐妹知道都前往去关心。圣经说：“一体受苦，百体受苦。”传道跟牧师再一次见证到我们建成教会爱的神迹奇事的发生，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看到淑慧姐的先生冠文执事紧急的从美国会回来陪伴他。感谢主，真的是听我们祈祷，可以让我们有依靠的一个上帝刚刚讲到我神学院的那个同学，那个师母，感谢主，在隔天也就是在礼拜三哭喊的时候，在礼拜三早上9点生出来了。他们夫妻2个人在那个产房里面哭得死去活来。后来他说，医生说你们到底怎么了？哭得死去活来。原来是这样的，他们这是第2胎，高龄产妇。第1胎的时候，她怀双胞胎，她怕痛，用剖腹的。她觉得没有生小孩的一个感觉，而且剖腹完之后痛了好久。想说这一次要有生孩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要自然生。哇，哪知道，因为他曾经有伤口，医生没办法太用力，怕伤口裂掉。哇，以至于生得好辛苦，好辛苦。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这个师母也曾经想要放弃。我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这个痛苦到什么时候受不了了，受不了，他不想要了，他不想要了。如果是他现在再要去动手术，真的是很痛了1天1夜之后，还去开刀。感谢主，上帝的怜悯跟安慰，让这个师母得到这个得来不易的一个奖赏。传道想到圣经里面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礼拜五我们去看淑慧姐的时候，也顺便去看她。跟牧师去看她的时候，看她笑笑的说要去产房会我们拍照她还会耶，很开心以前是生产完之后在躺在那边不能动，现在生产完好开心建成的弟兄姐妹，在信仰旅程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来自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敌人的攻击常常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个信心，但因为依靠耶和华上帝的慈爱，我们要赢过一切横在我们前面的一个难题。阿们。今天下午我们要庆祝建成教会70周年。70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圆满，
70代表非常非常的圆满的意思。我想我们很多的信仰前辈，我们的爸爸、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在建成教会努力打拼，一步一步建立到现在的建成教会，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个时刻。可能很多人没有感觉，但是传道觉得这是非常感恩的时刻。我们可以在一个台北都市里面、都市区里面享受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来礼拜。但70年也再次提醒我们什么事？当我们领受满满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回报上帝对建成教会的一个爱？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建成教会的70年并不是很平顺的。听长辈说，我们在盖这栋楼之前，地基才挖下去就碰到921大地震，吓死了，赶快把土又填回去。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下决心，下什么决心？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我们总是要依靠耶和华上帝的慈爱。只要我们愿意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彼此学习，互相扶持，彼此相爱。我们要互相的原谅、鼓励，在生活中完全展现出成为基督馨香之气啊！我们敬神爱人，我们要爱邻居，这样庆祝70年才有意义啊！求耶和华看顾我们建成教会大大小小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建成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我们起立来唱这首《主，你永远与我同在》。求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遭遇到人生的风浪。甚至你。